月亮与六便士讲的是一个原本平凡的伦敦证券经纪人斯特里克兰德，突然着了艺术的魔，抛妻弃子，绝弃了旁人看来忧郁美满的生活，奔赴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，用画笔谱写出自己光辉灿烂的生命，把生命的价值全部注入绚烂的画布的故事。小说的叙述者是一位作家，他通过自己与斯特里克兰德的几次相遇，以及与其他人的交谈，逐渐揭开了这个神秘而又执着的画家的一生。斯特里克兰德原本是一个有着富裕和美满家庭的中产阶级，但在他40岁的时候，他突然离开了他的妻子和2个孩子，去了巴黎，开始了艰苦而孤独的绘画生涯。他不在乎别人的看法，也不在乎自己的生活条件，他只有一个目标，就是追求自己心中的美。他的画风独特，不受任何流派的影响，也不迎合任何市场的需求，他只为了满足自己的灵魂。他的画被人们认为是丑陋而又荒诞的，他的行为被人们认为是自私而又残忍的，他的人生被人们认为是失败而又可悲的。然而斯特里克兰德并不在乎这些，他甚至不在乎自己的健康。他在巴黎和塔希提岛都感染了麻风病，但他仍然坚持画画，直到最后一刻。他在塔希提岛的一间小屋里创作了他的最后的杰作，一幅巨大的壁画，表现了他对生命的理解和感悟。他死后，他的土著妻子艾塔按照他的遗嘱烧毁了他的画和屋子，让他的艺术成为了一场永恒的神秘。小说的主题是生活和艺术的矛盾和相互作用。斯特里克兰德是一个极端的例子，他为了艺术牺牲了一切，包括他的家庭、朋友、名誉、财富、健康和幸福。他的艺术是他的信仰，是他的灵魂，是他的全部。他不在乎别人的评价，也不在乎自己的命运，他只在乎自己的创造。他是一个不可理解也不可原谅的人，他是一个天才，也是一个怪物。小说的风格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，作者以客观和冷静的口吻叙述了斯特里克兰德的不平凡的人生，同时也展现了他对这个人物的敬佩和同情。作者没有对斯特里克兰德的行为进行道德的判断，而是试图理解他的动机和心理，让读者自己去思考和感受。作者也没有对斯特里兰德的生活和艺术，也没有对他的画作进行详细的分析，而是以一种旁观者的角度展示了他的形象和风格，让读者自己去欣赏和评价。作者也没有对斯特里克兰德的结局进行悲喜的判断，而是以一种平静和超然的语气结束了这个故事。小说的意义是探讨了生活和艺术的关系，以及人的自由意志和社会规范的冲突。斯特里克兰德是一个极端的例子，他为了艺术牺牲了一切，包括他的家庭、朋友、名誉、财富、健康和幸福。他的艺术是他的信仰，是他的灵魂，是他的全部。他不在乎别人的评价，也不在乎自己的命运，他只在乎自己的创造。他是一个不可理解也不可原谅的人，他是一个天才，也是一个怪物。小说的价值是展现了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的精神和追求，以及一个真正的作家的才华和风格。毛姆以他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，创造了一个令人震撼和感动的故事，同时也表达了他对艺术和生活的看法和态度。毛姆既敬佩斯特里克兰德的执着和勇气，也同情他的孤独和悲哀。他既理解他的选择和行为，也批判他的自私和残忍。他既欣赏他的画作和风格，也保留他的品味和判断。毛姆是一个既有理性又有感情的作家，他用他的文字和智慧给我们带来了一部不朽的经典。